内新增加一例武汉肺炎确诊個案，一例3號夜實施到卡特工作，喺當天確診接受治療過後，第二擺採驗係陰性，過後轉到台灣檢驗出陰性。台灣已經連續25日無本土病例。因為疫情又嚇得嚟，交通部內部針對公共運輸系統按樣嘅解除管制，初步規劃早期會先同社交距離嘅規定取消，中期再個取消強制戴助人嘅夜到。不過實施嘅日程還沒有時間表。模特部嘅工作者加碼數款2億多新台幣100元，開放申請聽音樂，民眾關鍵申請當唔貼片。行政院長蘇貞昌準備出來同各界分析啲。蘇貞昌講，接下來會安排同夜到流程變較簡單啲位，民眾讓做嚟夾下得到政府嘅紓困。世界衛生大會5月10號夜就會用視線嘅方式來舉行，台灣當局忙速度邀請函。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即日公開呼籲各國支持台灣參加。有見來見到國家要求中國同 WHO 來公布出限卡到有關疫情嘅相關資訊。美國川普政府指控中國因為冇及時提醒，使到疫情吹到全世界。中國出台透過世衛組織發聲，甚至要求歐盟積極支持調查病毒嘅源頭。又或者講對美國戰鬥疫情，美國同中國一下開始了新嘅冷戰。